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1拜一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为伫名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今天呢是6月初1，是新的一整年的开始哦。韩国时间的高度冻结，跟2020年的各位渐渐的差不多有一半了。给多位6年的给乡亲朋友呢，可能呢都会感受到，因为身份呢可能呢会开始有点会变化哦。给有乜嘅变化呢？清楚有呢最讲多位6年的天时会多热天呢，大家呢开始呢会感受到天时今日今日韩国有嘅动作过后，咪有可能呢一个落雨机会咪开始变高嘅。那么现在呢，就会对6年的意思有更多的防疫管制措施，就准备而来并用的。一部分呢，可能呢，大家呢感受起来呢，成法会有点会无相用的。佢讲到天时呢，假设乡亲朋友系啲太台北地区民众，可能呢都有感受到，假使错比差唔多啲半夜12.6万水铁，都会听到呢一个太雷雨哦，落到冰冰冰冰哦。也做系呢，一直做到一个面对流动强一个种造成呢，但是强工业情形。同上礼拜呢，一啲贸易方面呢係無相用，係無買關係呢。唔過你講到一啲貿易方面呢，一下呢就有好早表示講，今年呢貿易季差唔多呢就準備要來結束嘅。到底呢係樣嘅情形呢？下來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全台各地連日落嚟今年嘅大水，呢2年總算係好天。氣象局講，接下來禮拜嘅天氣大體都係好天，各地高溫都喺30度以上。不過台里局長長明典6年初9氣象局在分析圖管道，台灣出現偏東風，係講咁樣嘅天氣繼續落去，代表出梅每朝係每日氣會過嚟。6月10號之後，我們目前有看到一些大氣的條件顯示梅雨季有準備要結束的現象，但是因為包括梅雨季的認定，以及從梅雨季要正式轉入夏季，所謂出梅的現象的認定的話，它必須要這個大氣的形態維持比較長的時間，我們才能做這樣子的判定。照氣象局嘅觀測，台灣今年大概到5月10日為正式年度每日期，韓國往年嘅每日期落大水應該係6年比5年合多。上下認為有例外，韓國出梅係第6年15變啦。不過對目前預測圖看得到，等到過清南亞排氣線嘅中心線來到台灣以北出現偏東風嘅下，就係會出梅咧。咁樣大家是少產前出梅唔地會欠水麼？下禮拜天梅雨鋒面逐漸在台灣的北方海面那個發展，那目前整個預測來看的話，是不會到台灣的。所以如果按照這個趨勢來說的話，很有可能就出梅了。如果真的有點下來的話，對台灣影響應該也不大。這一波的那個梅雨啊，全國有4億噸的這個供水的增加量都蓄存在水庫裡面，即便未來雨量比較少的時候，我們各個水庫能保有3個月以上的安全存量。水利署講會欠水麼？唔但係落水嘅問題，未外看公司雖然前陣日落大水，全台水庫都有年追嚟到安全嘅水量，不過民眾肯係外地可涉水之年。記者5日彭兆珠台北報道。今日的新聞報道都好呢，沿着你看到呢，嘅氣象專家就表示講，也呢台灣天氣開始吹東風誒，意思呢就會表示講呢，也呢梅雨季可能呢就會來結束誒。不過呢，也呢詳細情形呢，還係會看佢嘅大氣環境呢嘅變化來斷咯。不過呢，佢有講到一個重點，就講都係6年嘅時間，按用從草案不按呢，但是強工業情形有可能會比5年嘅還要多，尤其像係近比全台灣高鐵第20條呢，都係熱發發東河都多強嘅好天時，唔過你動作過後，強弱呢都還係要注意，有可能會落一個雷陣雨。有呢條所在要特別注意咯，應對一個雨期一切圖當過來看到，從係北部地區、新北市、台北市嘅山區鴉片，係講呢從桃園、宜蘭係。很多新竹鴉片的山區都會特別注意動作過後，有可能呢亦會落到太麻麻。如果你從喺中部地區高雄鴉片呢，咪係動作過後，有可能會落雷陣雨。然後呢近邊呢咪有吹一絲絲的東風，嗰種啲東半部地區天時都較唔穩定，尤其呢係啲動作過後，民眾出去呢都係特別注意。如果按用呢會落雨情形呢，差唔多呢都係按不下過後，雨呢依舊就會悄悄地停下來嘅。但像啲一類新北市嘅山區，韓國有將
从南投地区升起，韩国呢另外从一个台东地区减海水鸦片，含系为了一些些的意，其他地区呢单单都会恢复多云多强的好天气嘅，也系近比嘅天气之前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提醒大家讲，近比全台湾各地嘅温度差唔多呢會嚟到33到35度，嘅紫外線指數有得高，提醒大家出去嘅時間呢都係記得為做好防曬，還個為記得加濕掉滾水。然後呢，近比呢一條新聞重點，有呢條重要就是我同大家來分享咯。先來看到一個自由時報嘅 A5 版佢帶來嘅報道，所以講近比呢係6月初1日嘅民眾嘅所有嘅最嘅創傷，都做人呢開始來買最嘅。佢先前呢大家都同關心，就會講嘅最嘅呢到底會買幾多錢咯？而家呢一啲媒體就同大家呢來整理嘅國泰同路，差唔多一扎最嘅嘅價值對4.7元到15.8元，一條價值做錢都有哦。韓國呢從一條有呢條蔬菜買到咯，從係一個時態潮中，韓國又從一個好市的到一個量販店，當局呢也呢就開始本民眾主婦來買最嘅。其實呢近比呢將開始結金，佢說民眾提起到一條同路，可能呢還係買唔到最嘅。唔講呢從係嘅7-11大家呢可能就是有人講係大家好零散嘅7-11咯，而對呢下晝3點意思就開始呢啲各間店呢，本民眾去主婦來買一個醫療用嘅最嘅，而前頭一批係限量嘅。限制一個25000盒，一盒有50隻最嘅，按用呢一盒嘅最嘅差唔多嘅價值係250元，嗰種呢按用生意來呢差唔多呢就係減嘅5元邊嘅，然後呢韓國有將一個全家嘅便利超商，而係對田工嘅意思，為啲國泰同路提供200盒嘅最嘅，本民眾去到現場去買，一盒呢係50隻最嘅，按用買起來呢價值係一盒為299元，差唔多呢減嘅300元，生意來呢就差唔多係一隻5.98元邊嘅，按用呢其實呢先前呢政府沒有同大家來宣布嘅，也呢包含嘅國泰同路同超商都會開始來買最嘅，唔過呢政府嘅實名制呢還係會繼續來做下去哦。嗰種呢民眾呢假使需要買政府提供嘅最嘅，還係會記得啲主婦嘅時間，我記得去上面主婦，亦係去上係去超商嘅片去插嘅健保卡，都買到差唔多係一張5元按用嘅最嘅。係講呢，那我有關一個防疫措施，我同大家來做提醒嘅，最講籌備呢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嘅。台灣已經連登49日都冇新增加嘅本土病例嘅，認真講呢，台灣嘅幾個疫情呢都較穩定呢，猶如抗用嘅，嗰種呢啲成法限制也部分對6月呢到6月初期其實為大規模來解封，嗰種呢亞中部長、衛福部長陳時中就呼籲呢，大家呢為留一條防疫措施，落見內化，就係講降低新冠條度，希望呢大家無論行到哪都會來記得，佢提供佢籌備呢佢基地記者會當中有講到按到乜個內容咯，稍後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個宣布網頁告知，台灣已經第49日無武漢肺炎本土病例，423名人解除隔離，存12人出院治療。疫情過得嚟，全台灣按算6月初7太開放，不過原理研屯新組研究提出，為睇6月初1超前開放，冇就針對語文發通開放。指揮官陳時中認為各地方做得只有管理能力來給天。在主辦的單位裡面，當然有提出他的需要。然後第二個就在地方政府會評量它的一個必要性，然後跟它確實來遵從我們集會遊行指引的能力。在做好量體溫，四處小偷殺批韓國新名字，陳時中認同各地方看法通天天嚟開放。前日喺暑假，指揮中心未講開放係防疫考驗，唔過會繼續注意參前來準備。唔過對5月節連假，高鐵唔前開放自由錯，陳時中認為差相度目前都按到年過後。我們中心的就是表達態度，就是我們不希望太擠，就像你昨天在那個什麼，我們在國華街那麼擠，坦白講，我們都不會贊成那樣的情況。
虽然受自由措查上度为热将热，不过5月节连假已经喺6月初7开放过后，陈时中讲，需克服防疫现实发自然，但最起码也係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無論高鐵開放自由措，也係台鐵賣機票都會遵從。記者黃基春、許正順台南報道。差唔多呢對個人嘅公司咧，對台灣表示疫情過後呢，台灣人包含埋從係觀光啊、旅遊一部分都根本就冇賣發展呢。而呢日咧疫情有卡地咧，故所個人市政府都希望呢做到位來解封來解禁，希望呢所有經濟發通，尤其從係地方嘅產業一部分，我家家嚟填通起來嘅。唔講呢嘅秘書長陳時中係呢同大家嚟做提醒嘅，講一下呢解封呢係係算係動態嘅考驗，希望呢大家呢係會做好防疫措施。我哋啲民眾也部分呢，從一個蘋果日報見邊呢 A2 版帶來嘅報道，主動睇假講呢，其實呢對台灣表述疫情過後呢，嘅所有民眾當然都關注卡都強會都唔掉嘅，也呢現實講對6月初起起始愛大規模來解封嘅，故所呢有眾多民眾都希望呢開始出去留了嘅，啲關於旅遊一部分有眾多嘅解封，也可能呢都會主問唔多哦。其同大家呢來整理呢，也關於有眾多所在呢，係大家呢較好去留了哦。仲係呢認真講，當然嘅出價差唔多呢都係前年嚟過後，就係當然出價有眾多人會出國去留了。唔過呢今年受到國際疫情較厲害影響，可能呢有民眾呢都會選擇啲台灣國內來留了。故所呢尤其從係啲離島一部分呢近來見受到歡迎嘅。也呢有眾多航空公司為咗配合從係啲廿幾年一天呢嘅出假期間，可能呢人客會變到限得多，嗰種呢去到比到離島嘅一部分嘅飛機都變做老奇怪做卡太台嘅，希望呢再到限得多嘅人客。然後呢，從係當然請數人注意叫做一啲澎湖嘅一啲大田花炮節咯。認真講，今年受到疫情嘅影響，嗰種呢有增後到6年嚟都。到前年嚟將來舉行，一部分呢咪係講希望呢我嚟配合嘅出價嘅旅遊人潮，希望上到限得多人嚟帶動先前受到疫情嘅澎湖觀光。然後呢還有一類就係講，認真下呢有眾多民眾好出去留了，嗰種呢入閘未準備好嘅提出眾多嘅種係。大隻的優惠措施哦，像喺阿里山先前的一啲阿里山中，先前他們都係一按部就愛9800元按到，然後呢為到上銀行去，然後呢嘅入閘就直接留嘅駕駛小提一般，嘅民眾呢冇本太年係呢個4年，駕駛呢去到一個阿里山中嘅片區留了，嘅一按部45000元，差唔多就係先前呢駕駛一般，希望呢來帶動阿里山嘅片呢觀光經濟。駕駛鄉親朋友希望利用廿一部嘅到出假期間出去留了，多做啲人來注意，然後呢其實呢有眾多業者都提出嚟動優惠嘅措施哦，也係有關省發紅消息，我同大家來做分享。稍後呢，這個來看到就係講。而呢疫情確定咧，故所呢眾多嘅民眾都開始來注意到振興措施到底按樣嘅來做。一個聯合報近邊呢一個共用係 A2 版同大家帶來嘅報道，就係講呢，佢同行政院嘅意思同大家講，就係講嘅振興券先前呢大家見考慮講嘅振興券到底按樣嘅來發，一下呢咪按算為老，按是偏好還個有中國式嘅偏好來讓你一個振興券呢使用範圍都好嘅。資料見呢，一下呢振興券呢係我哋前年呢開始正式來實施哦，嘅一下包含呢。大數年付為自家發本加掉13年3000元按用嘅振興券，一般的民眾呢是會去到關於消費，有消費到1000元，嘅政府呢就會讓我發本2000元按用嘅振興券，希望呢大家來帶動關於經濟這個來發展起來。嘅相關嘅振興券按用嘅來量咯，嘅從係實體嘅振興券嘅部分，嘅民眾假使好拿到資本，多做的呢去到有扣嘅便宜量，就假使呢唔有消費1000元，唔就換得到3000元按用嘅振興券，就等於講有另外呢2000元。做得來用誒，如果你假使呢嘅民眾呢較好用像嘅電子嘅票務嘅法，嘅民眾呢都做得像係用信用卡，還個有像其他
天子苏维的自信，直接呢伫苗路方就做得来使用诶。希望呢本大家呢限卡里片哦，也有动到无强用良政健健的方式，民众也下呢都做得呢自家好好来注意，可能呢合适用那种方式呢来使用，就做得呢用无强用有实体，还个有苏维的方式来量哦。也是联合報近邊同大家帶來嘅相關消息。然後呢，中國時報同大家帶來嘅報道，咪係2年嘅其實有一個新嘅措施來實施嘅。最講呢，當年呢，政府都係2年呢，到9年嘅廿期間，就係熱天呢填料準備來實施嘅。然後呢，就有企業見怪員工，最講其實呢，先前呢有動業者數到以前嘅影響，根本呢都冇成立好做嘅。不過呢，一下熱天呢填料還係強用少時間第6年來實施嘅。可能一般民眾一張年嘅填料，一張年就會增加410萬元按度。嘅假設呢，唔係做生意嘅，可能呢嘅負擔就會很加重嘅。其中因為講，嘅政府呢嘅紓困係冇好好嚟照顧人民，係來搞價嘅。前主要呢家條就希望講呢。認真講，熱天嘅填料係桃園來講係青島可能呢會比寒天寒氣差唔多27%按度。故所呢就有業者希望講，也呢前主要呢係啲疫情呢紓困期間，希望呢政府呢考慮到一條相關業者一下組成啲經營動艱苦哦，尤其呢係一下經濟爭漸漸嘅發生起來，希望呢業者，希望呢政府呢我這個好好嚟考慮，希望呢啲熱天填料一部分為大卡多條位來照顧一條造成啲嘅減價，希望你唔好本一條負擔暗重，希望你天數規女企業大家來這個發展起來，也有關中國時報而家來嘅報道。好嘅，以上呢就係近比下家新新聞同大家整理有關近比有關疫情嘅相關重點。對下晝2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又要來開始嘅。小鄉親朋友呢繼續來收聽，下家新新聞啲下晝2點帶來嘅記者會嘅直播，同大家呢來了解近比呢國內疫情嘅情形發展。下家新新聞，下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星。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下個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下個新新聞。